大家好，我是嘉辉老师。今日我要来小可讲一下我即个月2022年12月出版的即本台语中国级甲写作讲义。这本讲义总算就此啊，欢迎大家来订即本讲义。老师先讲一下吼，就是讲基本上，我有出一寡题目吼。诚侪写作诶题目伫内底，嘛有我家己写诶文章做一个阅读诶目标，希望大家会当对题目内底会当练习加强家己诶能力，甚至会当通过认证诶考试。阁有即个罗马字诶练习嘛，我内底题目嘛有，欢迎大家来买即本哦。好，链接附咧影片下骹，欢迎大家来订哦，再会。